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丰田油迄个业议员爱即嘛人呢？对了啊，甲两个捕头老爸开做伙啊。真好食，真好食。我。好食。恁两个啊，到底是犯着什么罪啊？今日是毋是要用沙去斩头啊？斩头？是啊。迄只毋是啊咯，阮大妹，你知毋知啊？哈！你无感讲内面的捕头大大细细，拢称呼阮是阿伯。啊，这是阿伯你也听无？是啊，我介绍你听啦，煞毋知大尾老大的老大的老大叫做阿伯啊，爱听无？哦。原来就是前辈，请两位前辈多多照顾，多多照顾，多多照顾，你来照顾。来，即摆先互你一个机会，是，来，赶紧停酒，是。是讲两位前辈，啊，你毋知犯着什么大案件吼？玩什么罪哦？讲到这，我足欢喜的啦！你都讲啦，你下捕头因爹母，我直直甲巴着甲线，直直甲落，我个面子内面，唔知讲啥只乖。这真好打！我讲咧，我顶多变。好，迄个环保头，伊个两个唔正爸母啊，我来看了心情歹，全甲紧斩的，我一卡全斩一个走到去啊！啊，唔正对啊！啊，这轻哦，轻了，这等你就知。我甲你讲，唔是干安尼死人哦。阿伯心情若无好吼，你若看到讲这个人无解，来像讲环保头就好啦。我若看到起码歹吼，我就甲叫来，叫伊带回唔甲得个，伊若继续我甲包出来，我甲伊讲话。这样个小叫，这个有迄个，石波头迄啊，你不遐大场，我照是甲叫来，看规落去，刷了以后继续用脚我斩不了，点，唔敢吓害着，点，真是嘞！当然咯，真是嘞咯。你也唔敢有骗人就对咩？唔是你讲的啦，我是想讲哦，这个所在服务袂歹啦，尤其是啊，经济搁安尼是足清幽的，也这大免钱，想来这个所在加减啊大，无歹就对啦。要我若无爱住在遮，看要出去哦，无人敢甲我阻挡，你知唔知？咁有影呢？你唔相信就对啦。好，来，我听试互你看卖咧吼。人来啊！卖大声啦！我头姊妹拢伫遮，我拢有听到，看了我就知影啦。两位阿伯，什么鬼事？我感觉国际内面哦，也安尼坐了，你就有只个按算要来外面行咧，门开开。是。恁两个徛好，你使我装装。阿伯，请。请管。阿伯就是阿伯啦。我这个阿伯今晚嘛要出来靠数一个新式的工具啊，是的呀。阿伯孙子，出，买一张。你不看对后边来看嘛，都叫算计。我咧惊啥？因两个要倒落遮，算讲阮家老就真大面子啊咧。伊若爱大，伊就换伊个大。伊若大了若袂爽快吼，即摆换要煞去大饭店，我嘛无伊个办法咧。
知影，无简单。这两年前辈爱好好甲巴一切。你做客白啦吼，对不？你做起来，嘿，有理哦。变条枪，好嘅。恁到底是咧比什么出头？哎，这么神秘。我知。做哪里八点？前辈你好，前辈你好。错。阿伯，若是有啥物法律吼，你才搁讲。啊无小的吼，不然去办一下功夫一下。做你去。是。哦，你俩袂使乱来哦。是。阿伯我来吼。好。前辈，这两位姑娘是？去家口去是咪？安心在咱两个马几只。哦，啦。安尼哦。恁两个是犯什么案例来红关？讲我阿伯听看卖咧。哦，阮哦，不，阮也无犯罪啊，是内面的捕头哦，误会着阮。哦，误会哦。看哦，那还是来，缘路嘛，啊，你有哪解释我听？来，这是。功夫拢下落哈。啊，伊就误会阮哦，开始规两啊饭店游的动手啦。是啦。哦，是这款误会哦。这小可代志嘛，莫讲误会啦，总有影个代志嘛，无什么空，一条命尔嘛，对不？放心，我叫人放你出去，互恁出去咬好自由。啊，真是了。哎呦，但我骗你要创啥？来，这边哦，较酸，一点较大咧。啊喏，哎，你嘛注意了哦。啊，这两个姑娘啊会食哦，互恁啦，算互恁有面子啦，吼。哦，应该，无问题。应该，多谢前辈，多谢前辈。来，这较大，哦，较大真大这边，这客边了足少的啦。真好，哦，愈大愈好，对，哦，较大咧。有只骨来算。哎呦，啥？等一下。两位姑娘，你知影怎称呼？人我吼，老家叫做欢欢啦，老家叫做莹莹啦。哦，两个合起来拄好做欢迎哦，然后真好命，真好命。紧对啦，倒是无人个呀。小蛋。你看敢会成功啊？人讲啊，阴阳难过美人关，无讲迄两个，敢若输啊尔，一定中计啦。但愿如此才好啦。若无吼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啊代志就去了了咧。我操！哎，伫遮啦，呀，两位大爷，请坐。两位大爷，我就是方圆钱庄的庄主，叫做何贵啊。请问两位大爷，大家我是要来拖人的，讲，你将本天的小话当成为探身所在。邱处理啊，你要找人，要代志调查清楚啊！人俗语就咧讲人死这无还债，本天佑啊，欠我700两，敢讲我免去将伊小妹做地下性。除非本姑娘是自己心甘情愿，也若无，本天佑请你花这钱，你嘛免你举伊做底啊！你安尼就是犯法，你知无？唔对对，你紧将人甲我放出来哦！啊，若无吼，莫怪我安尼公事公办，马上甲你抓来验。叫恁大人来啦！恁大人啊，甲我讲话，
也唔敢用这款态度啦。去叫你大人来，叫啥也是共款啦。阮大人教你无共款吗？啊，阮大人是一向是光明正大。阮大人若知影正义上哦，头一个看要来就是你。无唔对，哦，你唔通靠势讲你有钱有势，啊，阮就惊你啊。你以为吹咧，就算讲你是皇亲国戚，阮嘛是照料不误。那不是你去看卖，放手，放人，放手，放人，放手，放人。这好啦，恁哦唔通后悔啊！来人，来，将饭菜都给拖出来。是。去用下去啊！还你力量，该弄掉。是。带我的时阵无甲压落底啦，今日咱两个才安尼凄惨落魄啊！对，我今仔已经讲我，咱一定要好好研究这本《应付恶车36招》，研究了若出关啦，一定要好好试得着咱男人的威风，互阮厝迄只虎爸无知影讲，什么叫做天意出头有未来。对，翁就是背犁啊，某就是张嘴啦。呀，张嘴搁再较大，也是伫背犁啊下骹啦。你别听无人哦，又比查甫人出水，咱查甫人的面子。哎哥，哎呀，快紧来啦！代志我。什么代志？阿伯，恁两间店哦，叫一群人安尼弄甲油糊糊啊！唔那安尼尔呢？两个阿嬷，佮叫拍到吊东上，送去日北河塘伫咧急救啦！哇！我不退，你敢说出来？我若无吼，我就将这钱庄甲你跳公平哩！什么呀？我操大死声！啊！哦。是恁两个啊！恁两个吃我真饱啊！无大无志来我的时阵，我变一变倒，什么意思？我不会，徐大生派人去阮厝，弄个东倒西歪，又搁拍伤阮阿娘。那你我若无好好甲你教训，你笑我心头之恨。小子嘞，伊来卡钱庄，啊卡爷母用威，欠拍！哎呀，笨蛋啊！你是我是讲你真老啦，潘雪，我甲你跪啦，我甲你跪，你莫歹啦，跪啥？真个贵啊！咱即马第一步已经成功啊呢。仲春诶，我感觉安尼唔好呢。啊，迄两个补的吼，啊去甲拍到安尼，伤超过。是无安尼，敢会逼真？真，你咧讲有理哦。下边反无救，恁两人成为捕头，既然无证无据，就随便拆人厝。你看，佮叫人拍一一款的，该当何罪？大人呐，迄客宾大人，迄是医生派人。莫再讲，伊找啥事？阮调查详细。大人啊，是王本辉哦，先拍伤阮阿娘啦。证据在倒？证人呢？哼，无证无据，你看，共拍到这款的。是啦，大人啊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啦！这明明哦，就是我官车咧欺负我这款善良的老百姓啦！你看我拍到安尼，规身躯拢断伤啦，我乌青筋会偌疼咧！大人啊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啦！哦，甲因两个哦切职严办啦！若无哦，咱全村的老百姓哦会不服咧。下边案反无救，大人，因暂时接替你捕头的职务。等我调查详细了，再我看卖。
在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接住你报头的职务，等本官调查详细了，再给我看卖。在卖个我啊！啊，即摆食是两个报纸无头路啊呢。那你足有寸的哦，实在我学落你厉害。阿大你才知，我足有寸的呢。即马吼，煞咱着爱看朱玉芬甲白依如吼，因两个功夫啦。哦，观众啊，好戏搁伫后壁哦。是啊是啊。哦。大咱的啦。是啦，我心内代志。我是啥物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煞唔知这谢必安甲这个范无球啊，等因两个无头无绪，讲伊拍上这乌冤过啦。啊，即摆吼去到关岛后，甲伊停止啦，两个拢无头路啊。啊，是不是真是嘞？哎呦，你太无生意啦！哎呦，较紧的。是啥物时阵的代志哈？好，哎呀，遐大咱是顶流声的啦。无啦，是听了，足欢喜，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迄每一个歌星拢互因体真好啦，啊，像咱这款人，才有好日子通啊过吼，对无？咱即摆好人来庆祝一下，一来哦，庆祝迄两只菜鸟啊，已经用停止啦。啊，二来哦，庆祝咱两个吼，咱四个人踮咧遮熟识啦。你无听到讲好夹配美女，阴时啊咧配头路，啊？卖啦，安怎讲？好，来，这个你小心。啉哎呦，我是讲哦，迄只是看阮姊妹仔两个有够重视，安尼哦，你是咧叫阮两个甲你斗？斗阵啦！哎，你咧讲啥？啊，凭阮两个兄弟啊，踮咧这大街啊，会用你甲街头甲收到街尾啦，去收保护费啦。哎，到时哦，互恁两个哦，食甲肥水啦，知影？真是的哦。当然嘛，真是的。是讲吼。讲啥物啊？讲，阮店的迄条街啊吼，迄保护费拢是别人咧收的呢。是啊。拢是人咧收？讲。敢若是一个叫做什么费什么良的，毋是恁啦。啊，你讲迄个费良啊，哎呦，真人。费良啊啦！费良啊啦！哎，那是爱讲啊，那迄个啊，正讲去我甲伊做掉了。哎，真实的哦。当然嘛，真实的。是恁咧操蛋。哎，变相啥？这款代志会当我白生气来是无？对，当然。真好。你家己承认啦吼。这叫做美人计。外面的露水真重，你唔通坐伤久，啊若是无，搁再感着就唔好。我知啦，我是要看一下艺术，看明仔载天气啥款，田的工课无做敢会用的是。归如顽强，小雨大雨。
归如涌下，不求自下。我看明仔载的天气也袂讲偌好，啊，若是落雨，田的工课就拢无法度通做。阿弟啊，你只要好好用田，田内的工课你免烦恼，互我来做就好。你一个查某囡仔，哪有法度做遐济工课？你也着爱洗衫煮饭，也着爱打水破柴，割草饲牛，也着要转药来照顾阿爹。田的工课，搁遐尼浩重，你哪扛袂起？会啦，阿弟啊，我扛得起。只要我明仔载搁较早一点仔起来，都会用的啊。都爱偌早？你逐工拢安尼三更半暝，都起来做，做到暗时。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无休困，你敢扛袂起死？我。你哪样若亲像你，安尼毋知要偌好。互你的一半我都，你嘛免咧这么艰苦。阿弟啊。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莫搁再怪阿兄，其实伊足有好。伊财生的时阵，伊嘛捌着来摕钱，转来互咱用，敢毋是咧？摕钱转来，一年摕我有200个，等到伊就安尼欠了5万月700年，哪能中要掠你去卖？但是迄2个册爷。迄2个文公叫你倒转来，你即摆毋知？阿弟啊，你莫阁想安尼做啊！你身体要紧啊！阿弟啊，你看我即马敢毋是足好滴，对无？足好。会啊。你看，免2天，迄5公月一定会变来限制，变咱着卖牛、卖产厝。我即马遮尔老啊，是无了紧。我即马是烦恼，伊毋知会对你安怎样。袂啦，迄2个捕头哦，你甲咱斗相共伫的，我相信因一定毋敢对我安怎。阿弟啊，我明日落水足重的，你今日来去内底休困哦，行，你来去。行好，行。阿爹，忏悔，阿爹，爽啊，上欢喜！安尼几工啊，尔就赚遮多钱啊！哎呦，遮尔啊济钱是要放在倒位啊？啊，哪里？无后头风啊！
亲啊，不懂哦。胡老板，笨蛋你啊！贵啊！贵！胡老板，你免遐尔紧张，我是袂伤害。今仔日我来找你，是有一件代志要来了解，我并无恶意。好啦，你有话吼，紧讲啊！我一定会答应的啦，一定会答应的啦。胡老板，我在生时，敢是捌甲你借过钱？有啦，啊，拢700两银啦。当然，这个钱我是爱还，但是希望胡老板带领我在生时，捌为你尽心尽力。希望你唔通为了这个钱去找阮老的钱。这，胡老板，你过去伫阮面头前，拢一直表现你真讲义气。是安怎我添油再过身呢？你着三番两次去找阮家人，逼因替我还这个钱。我，胡老板，我恳求你，希望你当前阮家的环境，我在749天阴府报道这个期限内，会当安心离开。希望你成全，恳求你成全我。好啦，我这笔小吼，我取消啦，我莫甲你讨，也莫去恁兜吼，甲恁厝的人倒啦吼。感谢胡老板，天有感激不尽。免感激啦，你紧走啦，你紧走啦，你若安尼甲我吓惊吼，我会破病的，紧走啦。是。天有多事。刚才，好，你搁甲恁爸变去出几歹去，好，你若敢行歪咯，我得用毒步啦。我想莫做官是好诶，较清心啦。人咧讲哦，鱼生火，肉生甘嘛，青菜豆腐是无平安啦。归去嘛，无去哪当啊流行啊，对无？平平安安，实实在在，做生意嘛真好啊。有影，你规气吼，我那是看破啦吼。啊，你无听人伫讲啊，什么款脚穿什么款裤，要什么刀食什么醋吼。你家己嘛知影讲，你食这个官府的头路啊，都无适合你看对不对？规气转来食家己啦，咱家吼，你规厝经济免惊无饭通食吼。我甲彼岸拄则已经参详过，还是讲等阿娘甲阿姆因两个人的相若较好的时阵，阮就这边嘛。阮两个吼，就讲暂时来去住伫咧斗门山吼，
啊来听陈家的老师讲话。这哦，咦，这好，这我赞成。伊大门山遐较清静就真好，伊去暂时去遐大一站啊。啊，你听我带白姑，你到顶去啊？一来斗阵学习，二来培养感情，三来看会当替恁爸神煞安尼培养一个孙转来无？讲安尼啦，讲正经安尼。我跟你讲，咱莫去学人吼，呀，咱就爱正正当当，咱斗阵倒转来。啊，恁爸吼，才咧甲朱姑娘提前甲带过门的时阵啊，恁两个翁仔某才煞相煞去斗门山恁吼，呀，安尼是啊，尽量吼，安尼是家己生落去。唔免像因遐安尼是头皮甲足大把的地甲生愈济愈好，恁爸才会欢喜就对啦吼。阿爹，啊我甲必安只不过是要去斗门山听陈老师咧讲哦，啊你是看不倒去啦。对嘛，教歹人的囡仔大细。你要来讲啥？你讲啥？我先啦，我先啦，稍等，安娜，恁要拍吗？拍了拍，叫啊！好，互恁去请。咱来等吼，两个定定咧拍架，行。不，哎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！靠啊！你看到鬼啊！好了啦。哦，歹势，起来啦，起来。哦，挑滴对脚有甲我插袂，干那讲起来，我无起来。我，你即摆来遮是要怎？敢讲你有钱要摕来欠遐？但你嘛知影一个月敢领偌济钱尔？人咧讲18罗含转世，较算迄几个，钱才都无够，搁有头拔官。哦，安尼我知，你一定要来甲乌仔不费加减揩有淡薄，对无？加油！对啊，因为这个乌仔不费啊，你莫看表面行善呢，其实啊内心险恶。手下哦饲真济只妖孽啊，专门咧无恶不作。这个乌仔不费啊，拢咧趁一寡乌落心的钱呢，啊，放荡来啦，贩卖良家妇女啦，这规条街路点头啦，都伊派兄弟在人收保护费，这大恶人呢无恶不作呢。你啥拢知，你啥拢捌了解，你是毋是摕人好处啊？啊，你咧讲的什么笑话啊？嫌伊做歹代志，你敢拢唔知哦？你嘛是知影，你是为什么你唔晓呢？我是摕证据啊！你就是摕人好处啊！我是这，你今讲啥？我嘛无证据，无我就甲你啊！讲实在啦，咱迄两个保的吼，会叫人退钱哦，就去中这乌布的价啦。一口气咱退出。对。咱即摆收一个乌布费哦，犯罪证据，依法严办，袂当互伊逍遥法外。对，这就是我来的目的。人哦，伫这个世界上哦，哎呦，敢若咧佚佗咧，加交几个朋友这无歹嘛，免免你事事通计较安尼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像顶位迄两位捕头，哦，迄个做人就较歹啊。即使我这个乌大爷，你看哪有啥物好处？都对。所以讲哦，阮两个哦，今日特别来拜访乌大爷。较食培养感情的，以后毋得互相照顾。啊，对，这你开性面的这个交朋友啦，两方面拢好嘛。以后我做各种的生意吼，那请两位大爷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我若赚大钱哦，袂甲你失礼啦。我你电话咧抱金斗，我唔敢亏待你啦。哦，是无大爷做人袂歹啊！乌王爷啊，既然你都安尼讲啊啦，吼，那么以后吼，你若有啥物疑难杂症啊，有啥物大小项问题，你甲我两个讲一句，绝对尽力服务甲到，服务甲到。安尼好呢，对，以后啊，互相啦，我来拜托。安尼，我这吼。银票一人一张，这意思，小可代志啦，啊，对，剩下咱家己的对，一张互你，对，要紧啦，好啦，对，你的就是我的就是恁的，拢相款啦。知啦，没啦，算起来拢家己的嘛，家己的较亲啦，较真哦。这是阮师上好的酒啦，是阮家暗藏起来哦，阮师拢找无呢，
是恁来吼，阮才提出来请恁啉的哦。哦，多谢。食啦。莫太啦，咱遐济啦。早点坐，来，早点坐。你真是要去斗门山哦？是啦，阮想讲要来去听迄陈老师讲话。安尼恁打算要去偌久？永远住在斗门山啦，你莫搁转来啦。嘿，迄酒干那使无伫的哦。阮事哦，迄件事正格同乡，禀报家庭上因的罪证。哦。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你真是要去斗门山哦？是啦，阮想讲要来去听迄陈老师讲话。安尼恁打算要去偌久？永远住在斗门山啦，你莫搁转来啦。嘿，迄酒干那使无伫的哦。阮事哦，迄件事正格同乡，禀报家庭上因的罪证。快点来哈！好，慢行慢行。想袂到伊阁大出手呢，呀，一摆阁送咱100两银啊！对，这样袂使按卡，打电话。好，就早大家报备者。我想讲来甲摕几两仔起来签迄个做。你讲啥？无啦，我今仔摕更高呢。我这。看你以后吼，敢搁去衙门叫人来甲找麻烦无？我坦白跟你讲啦，迄2位公捕头吼，我已经叫人甲伊撤职。以后你我搁有啥物人会当互你做靠山啦？多谢啦。迄掠人竟写2条。从已经破厝、较残地，还阁有迄只水牛，拢叫来交出，当作是肥良啊欠我遐债务做底啊！什么？太吓人！你也上转啦！我吼，甲你卖去外地，然后我将恁阿兄的代志甲伊结果单了。将我阿兄？你怕什么将我阿兄安怎？恁阿兄安怎？甲伊的尸体无关系，因为伊昨暝鬼魂啊来甲我交闹，伊暗若假死搁出来吃，我就要互伊好看，要互伊魂消魄散。永远袂当去投胎啊！我跟你拼！你死好了！行，两个起来咯！我先来啦，行啦！我等想你安尼行个当时，我
做出来都是这远地的呢，你知无？来去讲。哎！啊，恁两个即摆已经无咧做捕快啊，杨老师较莫管的哦。呀，这当嘞。啊，恁要带本高人去倒位？要带来泉州卖？看卖啊咧，这是伊亲笔所写的卖身段，是伊家己心甘情愿的，甲恁无关系。本高人，这是为虾米？但是我王话逼我你去做，伊讲我若无听因的话，伊就要甲我那爹王拍死。我是不得已的。你看，将本高人放去哦，啊若无吼，我将恁安尼等落去啊，顶起。哇，你目睭皮是要咧上案吗？我来咧谈生死。好，阮爸就互你起手起手。你能搞会记？阮头家吼绝对袂放你闯。行。要将阮阿爹甲收袂了，昨暝咱毋是讲好，你已经答应，将咱迄笔账一笔交销。我想想嘞哦，我袂安尼就准拄煞，安尼我吃亏啊。胡老板，我恳求你，我愿意来成做牛做马，加赔偿赔偿遐济互你。希望你即马即时将阮阿爹甲收袂放。我拜。已经伤捌啊啦！恁小妹吼，我已经甲爬去泉州啊啦。是咪？怨叹免忧愁，荣华富贵毋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！怨叹命运无理由，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趁嘛着会晓想，才袂行行看。